十里銀灘16萬就可以買一套56平方嘅房啦。呢邊咧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啊，可以用電磁爐啦、微波爐都可以嘅。啊，呢邊咧係佢個公室分離個洗手間，啊呢個都幾大嘅喎，公室分離嘅。喺呢套房咧，樓下咧就係呢個銀湖市場啦，出去咧就到海邊。佢呢個咧大家私家電嘅70年紅本最手，有衣櫃有床，相當係拎包入住啦。佢呢套房咧係睇內園景嘅，越野咧非常闊落。而家在香港過嚟咧，深圳坐25蚊個樓巴就到十里銀灘1個多鐘，非常方便。我哋睇睇佢外邊個園景，佢沿線咧可以睇到海嘅，睇花園景，陽光都充足啊！呢套房，而家呢套房咧只需要16萬就可以啦。佢呢個露台咧就幾大個，有洗衣機同埋晾衫嘅地方。16萬就可以買到呢套56平方個房啦。睇房嘅話，聯繫我就得啦。